有冇諗過一個分層價可以買到一個特色單位？講緊 Hugo 近呢一年咧喺啟德拍過好多煙花海景嘅大平層啊、特色單位，但係經常咧收到啲客查詢，哇 Hugo 我唔想下下去到億億聲咁誇張，有時唔係負擔唔起，只不過咧唔想攞咁大嚿錢咧擺喺住嘅地方，反而又想揾間 second house 啊或者性價比高嘅特色戶。今日 Hugo 帶你參觀呢間咧，個人嚟講啦，相信個價錢咧非常之震撼吸引。佢同樣咧都係身處啟德嘅跑道區。但係講緊咧，好似片頭第一句話齋，一個分層價可以買到一個特色單位，就望到我身後咧咁靚嘅遊艇海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 Hugo， 今日帶大家嚟參觀呢個啟德跑道區嘅全新現樓 Double Coast。佢最近咧就開放咗我今日參觀全盤咧最大室內面積嘅一個特色單位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300幾尺，原裝係一個4房雙套嘅間隔，另外連咗一個咧400尺嘅空中花園，同埋大概800尺嘅內置樓梯直上天台。係我個人最中意一個環廳設計，可以望到咁靚嘅遊艇海景。片頭已經講咗㗎啦，呢個單位性價比非常之高，而我覺得咧應該咁講，成個九龍啊或者港島市中心，你買一個望到少少海景嘅單位啦，可能咧已經係等於買今日呢個特色單位嘅價錢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開始參觀。一個環廳一定要靠你室內點樣擺家私咧，將佢發揮到最好嘅作用。本身呢個廳唔使講噶啦，任何客人咧喺大門行入嚟咧，一定會望到咧咁靚咁震撼嘅一個遊艇海景。我哋正常咧中間咧呢度會擺張 sofa 啦，分隔喺客飯廳。應該如果嚟講啦，呢邊可能擺一個電視或者 projector 比較合理啲，因為我哋呢度可以擺一個咧圓形嘅大飯台。平時食緊飯或者食飯之前咧，可以直出空中花園同朋友喺度飲杯嘢。呢個間隔咧真係好 user friendly 嘅。講緊一個環廳咧，參觀完之後，我哋咧由客廳直出咧就有一個空中花園。成個空中花園面積咧大概有400尺左右啦，而且咧佢都係好人性化。喺鏡頭後邊呢度咧可以做啲 booth 位啊、戶外椅咧，咁我哋正對咧呢個遊艇海景。平時咧3、5知己啊喺度飲杯嘢，或者自己咧中意品茶嘅話咧，喺度整個茶室或者喺度種下花花草草。咁睇下你想空中花園玩呢啲啊，定係上到天台玩，隨你自己喜歡。不過我就幾中意呢啲咧，空中花園都係因為一句啦，唔使行樓梯，可以客廳直出。平時咧個使用率咧會高過天台好多嘅。近一年我都拍過好多啟德嘅特色單位。講緊如果你話咧連天台或者空中花園嘅海景單位咧，其實真係寥寥可數。當中咧望煙花海嗰邊咧，有啲客成日同我講，喂，我唔想下去到億億聲。但係今日我哋參觀嘅 Double Coast 咧，個價錢咧就真係相對嚟緊咧性價比係真係非常高。其實同一個冧心咧，我都想問我觀眾，你會選擇咧喺前面望煙花海買個分層單位啊，定喺後邊望住呢個遊艇海景買一個特色單位咧？不妨喺留言話俾我知。大門旁邊入到廚房嘅位置，作為一個特色單位啦，佢嘅電器品牌一定係升級晒㗎啦。首先會見到一個 Miele 嘅咖啡機啊、紅酒櫃，仲有一個咧頂配嘅一個10CL雙門大雪櫃啦，而且佢個收納空間都非常之足夠。
入到嚟呢邊咧，仲有3邊嘅操作台面啦。本身你見到蒸焗爐啊，以一個1300幾尺實用面積嚟計咧，其實佢個廚房嘅比例咧就非常之實用嘅。右邊再轉入去咧就係佢嘅工人套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 承蒙大家嘅支持啦，我 YouTube 頻道能夠茁壯成長。咁我 Hugo 咧衷心感激咧咁多位觀眾咧一直以嚟嘅支持嘅。咁同時咧，我為咗更深度啦服務咧一啲對超級豪宅啦有興趣嘅客戶啦，喺今日開始咧，我會開始一個咧會員嘅頻道計劃。首先我會分咗2個級別啦，第一個級別我會將佢命名為一個豪宅會，主要咧會有自己嘅會員專屬分章啦，有 emoji 啦。另外最特別咧就係我會有一啲咧會員專屬嘅影片。包括一啲平時咧，我喺視頻公開咧唔可以講嘅嘢咧，我會喺會員頻道咧都可以暢所欲言啦。因為好多客成日同我講，哇！你拍啲片咧，全部淨係讚冇講缺點嘅。如果你係想咧睇我更詳細分析一個豪宅啦嘅會員專屬影片咧，咁啊可以加入呢個會員頻道。另外咧，我會定期咧會請啲專業人士啊講解下啲法律流程啊、按揭嘅資訊啊，或者啲裝修設計咧，亦都會咧有部分嘅影片咧擺喺會員專屬影片嗰度嘅。另外咧，我會為一個豪宅會嘅會員啦，開設一個專屬嘅微信筍盤群。因為微信咧好處就係咧，我哋加入呢個群裏邊咧，大家唔會睇到大家嘅電話啊、聯絡資訊，你一定要通過咗咧先可以同佢溝通。但係同期時咧，你可以收發到咧 Hugo 嘅資訊，亦唔需要咧擔心我打擾你。如果真係唔中意睇嘅時候咧，隨時可以離群，亦都冇問題。你只需要咧加進我嗰個微信啦，本身加咗我微信啦。另外咧，將你會員頻道嗰個截圖俾我，咁我就會將你咧放入呢個微信嘅筍盤群。除咗有一啲咧筍盤啊、銀主盤啦，仲有一啲咧市場咧最新嘅成交咧，我都會喺個群裏邊咧發放。至於第2個級別咧，我會將佢定名為一個超級豪宅會。除咗擁有咧第1個級別豪宅會所有嘅會員福利之外咧，最主要嘅分別咧就係咧希望各位咧可以俾個機會 Hugo 請你食早餐，同你做一個深度交流。我嚟緊咧會不定期咧搞一個早餐聚會啦，因為經常都會遇到一啲客查詢啊，佢自己可能未有咁快買樓啊，或者未決定買樓，甚至咧只係想可能大概知道咧行內嘅資訊。咁咧我就會搞一個早餐會咧，做一個深度交流啦。除咗可以咧保障你嘅私隱啦，我哋盡量都係1對1嘅環境啊，或者咧個 family 嘅環境裏邊咧，咁同 Hugo 咧食個早餐。無論咧係談地產啊、談經濟或者談人生咧，希望可以俾個機會我咧同你食個早餐，分享一下。另外咧，每半年咧，我就會做一個咧超級豪宅嘅簡報啦，可能會一個 PDF 形式或者一個影片模式，咁我會詳列咧香港咧啲超級豪宅嘅成交啊，或者未來咧香港豪宅嘅走勢啊，咁啊各方面咧會深入啊透徹咁分析一個報告咧，for 呢個超級豪宅會嘅會員。今日我 YouTube 會員頻道計劃咧會正式啟動㗎啦。如果你本身係有手機或者 iPad 咧已經訂閱咗我頻道咧，喺隔離撳加入嗰個按鈕咧已經可以即時支持我。另外咧，我都有睇到咧後台數據啦，因為好多觀眾朋友咧都喺電視畫面上面咧睇我 YouTube。其實你只需要咧撳瀏覽我頻道啦，隔離咧都有個鐘仔咧撳翻加入2個字咧就可以支持我會員頻道噶啦。希望咧嚟緊喺我會員頻道裏邊咧可以期望咧見到你嘅留言。呢個間隔係一個4房雙套嘅設計啦。首先我哋參觀第一間咧就係鄰近客廳啦，自己有個細套房。本身呢個套房咧就會望到出邊空中花園嘅位置。如果平時咧屋企住戶唔多啦，開到一個書房啊或者影音房，咁就騷擾唔到自己屋企人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咧，本身係一個4房雙套嘅間隔。佢好處咧就有一個橫廳咧分隔咗另外一間嘅空中花園嘅套房啦。過到嚟咧，另外就係3間房嘅所在。首先我哋會經過內置樓梯，一陣間可以上去參觀天台啦。樓梯位下邊都冇晒，做咗一個小小嘅儲物房。鄰近客廳呢個細房咧，本身佢一個長方形嘅 layout。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而家啲新樓啲房間唔夠大。事實又係嘅，如果我近年咧做好多特色豪宅啦，佢未必家中住戶咧好多，咁有時你話真係唔需要咁多房間咧，不妨可以考慮下啦。成間屋咧有啲非主力牆，會唔會有得可以改動咧？就可以揾室內設計師咧自己研究一下。譬如我而家身處一個細房啦，我呢邊咧係一個非主力牆，呢邊咧亦都係一個非主力牆。睇下你想改到間房大啲啊，還是間廳大啲，甚至乎你話唔改咧，其實本身個廳咧都好夠用嘅。
過到嚟隔離呢間房咧，同頭先嗰間細房咧個面積係差唔多嘅啫。我哋同樣咧可以望到前面嘅遊艇海景啦。其實今次呢個間隔咧就真係幾好嘅，因為無論客廳啊、房間啊、天台同埋空中花園咧，大家都係清一色望晒咁靚嘅遊艇海。好快我哋睇到主人套房嘅位置，鏡頭後邊咧正常就床頭啦，可以望出去咧外面嘅海景。呢邊咧可以擺一個電視櫃啊，或者少少嘅收納櫃啦。側邊呢度可以做一個到頂嘅衣櫃，成個空間咧本身都幾好用嘅。轉入去咧就係佢嘅主人套廁位置。最後經過內置樓梯咧，上到嚟呢個單位，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一個咧近乎800幾尺嘅一個天台。見到啦，呢個剪裁都非常好嘅，因為佢嘅樓梯位咧係擺喺最 corner 嘅位置。因為有時我哋見啲天台咧好驚係擺喺中間咧分開兩邊，你就比較難剪裁啊。佢擺喺 corner 位咧，我哋行出嚟同客廳一樣一個橫面咧，加上呢個發展商都好有心思，就係個天台咧唔會話做啲好高嘅圍欄啊，一個緊牆頂住咗呢個海景。佢同樣咧都係用啲玻璃圍欄，變咗咧你個採光啊，同埋真係可以望到晒成個內海景，非常之開揚。我哋行到過嚟呢個位咧，好容易剪裁，可以諗下咧點樣平時可能種下啲花花草草啊，或者咧喺度搞下 BBQ 啊，約下啲親朋戚友喺度 gathering。而且我哋有時睇天台單位咧，仲有個好處，你見到佢下一個 VRV 嗰個總機咧就擺咗喺度。證明咗咩咧？就呢個單位咧，如果真係將來有機會維修冷氣咧，你都唔使搭棚，工人上到嚟咧就咁整冷氣就得㗎啦。咁啊，小數拍長計，呢啲維修費用咧慳埋都唔少㗎。咁呢度都有啲水位啦，咁啊方便你可以喺度整 BBQ 爐。另外而家近年好興咧，就係整啲咧戶外電影院啦。後邊啲輻射市場咧做個 projector 咧，我哋一家人啊或者啲 friend 咧喺度睇住戲啊，飲住杯紅酒，望住咁靚嘅郵輪碼頭咧。非常之靚，而且咧佢前邊咧呢個位咧就係一個擺遊艇嘅地方啦。如果你係老闆，你都係好中意玩遊艇啊，或者有時租嚟玩咧，呢度咧真係可以望住自己一隻遊艇嘅。其實喺香港或者九龍啦，市中心嘅位置，無論咧你望到話一定係維港煙花海啊，是但一個位望到少少海景咧，其實個尺價都要翻咁上下嘅。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啲收到消息咧，呢個特色單位咁嘅價咧，我自己都有啲驚喜，可以話一個咧叫做分層價啦，買到一個特色單位，個性價比非常之高。所以如果有興趣咧了解呢個項目嘅資料，或者想參觀嘅單位咧，咁希望各位可以俾機會 Hugo 咧咁啊帶你參觀。影片途中咧有我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 QR code 噶啦。最後希望咧各位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